再来关心的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忠文受人殴杀的案件，即马台北地院是裁定羁押禁见。针对这个民众党批评市政府其实早就知影预算有问题，还阁甲编入去。即马前台北市长郭文德是跳出来解释讲，伊有尽力去监督，等到是这个监视器的标案，伫伊任内是编4亿外的预算，等到去到蒋万安手里煞变做是5亿外。即马针对这项质疑，蒋万安是回应讲，一切拢有照规定。经着清晰的3个挂水案，台北市议员陈忠文双手铐手铐去哩犯人车，准备要登记看守所。边仔一个涉嫌甲一个查甫囡仔开虐待死的姓刘的女母，2人意外共镜头。陈忠文涉嫌收警用监视器业者的乌西钱，台北地院第2日裁定羁押禁见。李怎么也表讲，早伫今年年底，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委员会审议的议员就表讲，业者戴志光加持虎议价时阵态度真狭歹。为什么每一年警察局跟台志光在讨论说会趋于这么被动原因是因为你们没有替代的方案。这样警察同仁私底下跟我讲说，台志光很委婉的讲了一句话，我听了这句话我就火冒三丈他就说，你们市长能不能撑得起3天断讯这什么意思？这是在威胁吗？当时就不应该去成立这一家台志光公司，然后又允诺他那么多长处优惠，这等于是一个马关条约一样。民进党立委王世坚讲，台志光的背景真黑，批评前台北市长郭文铁早就知影代志真严重，不过也是编误算。郭文铁回击讲，伊伫任内甲误算案是编4.6亿。过当年蒋万安上任，3号议会误算超变做5.5亿。财团勾结议会，榨取国家钱财，这是台北市政府留下最后一份公文。我编的预算是4.6亿，为什么隔1年换蒋万安上来的时候，他送到议会的预算是5.5亿，多了9000万。我们都是依法、依规定以及依相关的合约来编列预算，还有包括议会的但书以及设备的增加。郭文铁解释讲，甲台志光的网络传输契约是伫郝龙斌时代就签的，而且一签就是25年。虽然伊伫任内想要改约，因我对法务局、资讯局所查到的合约的规定，台北市政府无法度改约。迄当阵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力监督。记者综合报道。